我識得好多行內人，身材雖然 keep 得好好，但係都容易出現肝臟嘅問題。肝嘅功能唔好呢，就好容易出現好攰啦，成日都瞓極唔夠。所以保護肝臟，等佢可以將身體嘅毒素排出嚟呢，就變得好重要啦。朋友介紹我食呢一隻護肝寶，既護肝又排毒，咁有咩好處啊？3大功效，第一，降低肝酵素，有效減輕肝損傷；第二，改善肝問題，修復受損肝細胞，改善肝指數；第三，分解肝脂肪，減少脂肪積聚，平衡體內嘅脂肪。咁犀利憑乜嘢啊？佢有美國及香港註冊藥劑師推薦，具備醫藥級護肝成分，其中牛奶計可以抗氧消炎，幫助肝臟嘅代謝。仲有一隻成分叫谷胱甘肽，可以清毒素，改善肥胖肝臟。